要直接上去吗？我们那边下面等一下。不然就几个人上去，然后几个人在下面。好。OK。OK。啊？还有什么我给你直播开着，我们直接冲上去了。OK， 好。换几个人上去好了。刚直播没给他开下去。我。不要开了，不要走。都是你在开。你上去对刚刚好好砍吗？嗯。不好好砍就好。这个吗？是这样啊，是这样，是这样。没有电梯哦。来直播天王叶冰生，全国最便宜，买贵退差价。不要挑，不要挑，不要挑，挑出来嘛。啊。我这里拿一个。马上去楼上。来了啊！你们先上去楼上。不用，不用，没有干嘛？我们只是找他而已。谁要理他？有了。没有。怎么了？等一下有了。你打给他，你打给他说我们好好谈就好了，我们没要干嘛？都不接啊。对啊，打给他说我们要好好谈。说我们好好谈啊，不然他一直呛我。对啊，把事情结束掉嘛。那么多事情干嘛？我好肯定都跟你聊天啊。他不在哪呢？哎呀。打了吗？不接。你来了。报警。没了，不用。咱们也不会怎样。我们没干嘛。就说警察就是。我应该现在不会购买。上次也是这样子。哎呀，这个生意啊，他肯定要来直播不？有啊。你就说直播跟他说，直接跟他讲啊，他有在看啊。他说我们是正在跟你讲理由的而已的。对啊，我们来跟他讲理由的。对呀。你家。没关系，你要叫警察没关系的。叫警察来公证嘛，就把事情解决嘛。反正我手上都有他的记录啦。警察来，阿 Sir 开门吧。阿 Sir 来，阿 Sir 也可以作证，把事情解决。那环挂你们也可以帮忙做协调啊，对吧？他约我们过来说。要聊。他们。对啊，也是他讲的啊，说要聊，不要约的啊。
对，一起的。哎，他等下身份证给阿哲啊，配合一下，对。要请叶森哥出来讲一下，把事情结束掉嘛，不要这样子，很累，无上无下。啊，你是也是一起的？对，一起的。哦。哎，阿哲可以请他出来吗？好。他是你们报警的吗？我们没有报警，他报警，我们不会报警。对。应该是他们报警的吧？应该是他们报的吧？森哥没接电话。啊？我接你。你拿啦，我出个直播天王。叶冰生。啊。斌哥，我只是要跟你只当讲而已啦。有晚的啦。兄弟，打我啤酒。看直播。开班长。没看给他们看一下。他不出来，他有没有在这里啊？他有他在里面。是不是走错公司了？没有。他跟叶冰生的扛棒吗？你在这边啊？你跟他报了。他们哎，赶快你们接我。是，跟他讲说事情赶快讲解决，不要那么不来日子，你干嘛？现在是法治社会。我知道是法治社会，现在是重点是他一直恐吓我们。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他没有关掉。他刚出来了吗？他找我们来了。怎么是他们有报警，是不是？还是他们报警？那你们打给那个报案人啊，然后你们也到了，对，警察也到位了。他有没有把事情解决？人的话，看去你们派出所不协调，我们去你们派出所协调也可以啊。不要紧张，你在跟。但是我们可以去你派出所协调吗？对啊，这样子也可以啊，那也对。可以提供场面。对啊，那就请他出来，我们去了。就这样子，大家也不会造成你们我们从困扰。桃园跑上来呢。不会造成你们困扰，也不会造成我们困扰。坐成。那也会造成这些区域。不用怕，开1、2、3，太那么多人会怕。不会有事，他们这里，不会有事，因为我的手机上面有开过他的档案，要快啊。我开过他的档案。电话在同事那边。好。小姐，你报一下证号。是我，施文心，身份证字号。身份证照122202896。 A B C D 的1，哎，1244，234666。可以直播了。也发的，我们去看报证是。哎，是。我要这边吃给你吃嘛。吃进去给你吃。什么？H123。H123。929390。对。91打到0。91哦。对。洪家凯。我打电话给我弟一下。喂。你打到骗子了啦？你说警察在这边啦？你说警察在这边啦？警察说这样开门啦？然后我们直接要跟他面对面讲啊。哎呀，我刚回门啊。那你们方便去派出所讲吗？可他人不出来啊。就你们先讲，我们这张过去。有差物件哩啊。
他说什么去警察局跟他讲，他说现在去警察局跟他讲，他没有出面啊。他没出面，他去警察局没用啊。警察说了，警察，那你过去啊，等他，我们就等他。约好几次了都不出来，老屁孩，兄弟啊！对啊。好，我们走了，先散光啊。OK 好拿着先做一下。 OK 好。那叶斌生要去那个吗？我不知道要去哪。协调一下，你们可以协调吗？好，安尼就卖讲，啊无你看我大概改起来啊是啥嘛，是造成你的困扰。哦，阿甩也知道。他知道，他们局长也知道，谢局长嘛，对不对？那边是谢吗？哦，副所长。啊，我们撤了，我们先去外面，我们走了。叶斌生把他约出来，就警察，我们把这件事赶快。对啊，每天在直播呛虾，然后就是说他每天造谣没有的，对。对啊，我就想讲，啊，既然伊嘛是伫内底，啊，就想讲啊，无就用民处理，安尼就家己解决掉就好啊。啊，走啊，我们走啊。我们先出去了，先走了。再找啊，那谢谢啦。再找时间聊，我跟他协调看看。跟他讲，要看怎样。那弟弟啊，兄弟们应该去，他应该是不会去。一起走，等下叫人过来打你楼了。伊嘛有来啊。要就一起走。大上面。那个女生住大溪。对。对。在上面。对。对。他也有来吗？不是。他有来在上面。伊即摆有案件咧，甲伊相过了。对啊。啊，互因去告。他也是线上，就是说有威胁我说什么要怎样处理我，对啊。你告啊，你去告要紧啦。啊，伊个告，我知影恁今日就是出水，看到但是我是希望讲，你这样子。无意义啊。我嘛无。据所长他也知道，好多案件。走啊。咱处理讲，看有所你咱甲联络无？啊，去恁局面，去恁处理，大家好啊讲。大家讲家己条代志讲哦，大家讲好，以后搞好，讲以后卖，对无？卖个互相理好啊嘛。麦哥来了啦，真的麦哥来了啦。好，我们先出去向外啦，我们先出去向外啦，好不好？好。做这种事情。好，我们。OK，我们走。谢谢啦，谢谢副所长。谢谢啦。那我去跟他讲一下。Kiki，那个你跟谢所长讲一下，然后讲一下我们就算了。在楼下，因为我们找那么多人。谢所长现在楼下了。我们人因为太多人了，然后他们就是。啊，我刚刚说谢局长在没有？在下面啊，这边谢所长。对，我们的人先算，然后你跟所长讲一下。那你们说。喂，但是你也是当事者之一啊，阿凯。你也是当事者之一啊。他不敢出现了啦。他现在不出来，因为他是一直找我。对，那我现在那么多人找来。我们的事，我会再跟他处理啦。对啊，你先跟所长讲一下。对 ，OK。各位没有出来，没有出来，人那么多没有出来。现在他跟所长讲一下，看怎么样。他应该不敢出来，我在想。对啊，我们。每次都这样。
以后就不要理他了。对，约好几次了。他就这样把自己关在里面，对啊，直播一直呛，然后就不敢出来。对，都不敢出来。好，那我们先撤，然后我在那边等阿姐她等那个 Kiki 啊，他现在还要在干嘛？没有要干嘛，跟所长讲一下，我们就撤了。要一起走啊。 OK， 好。为什么要一起走？他还要再录到这才。 天王赢在铁门，我们梦婷姐讲话也蛮幽默的。叶宾生报警的啦，叶宾生报警的啦，对啊，好多警车，至少8台警车，至少有8台警车啊。 它里面没有东西啦，他不敢开门，就没有开门。各位，我讲一下原委哈，那个。 叶宾生哦，叶宾生刚刚开直播哦，说要找我输赢。那现在我们人到了哦，人到了却不敢开门。那现在警察哈、应该来个20个有哈、来个20个。小杨哥就组内的啊，全部都组内的啊，全部都组内的。 小杨说怎么没有找他来啊？小杨啊，说没有找他来。没有啦，不要，不要这么多人来干嘛？因为他就是不会出来，你这么多人来干嘛？对啊，阿叔他上次就是视讯，对不对？那天晚上对不对？全部要找他，结果都不出面。 所以说哈，各位看他铁门哪里买的，看他铁门哪里买的。对，我们是桃竹苗的，桃竹苗的。哎，林文哥，晚上好。阿叔没有啦，我有。 因为我就想说找自己杨梅组内的兄弟就好了，我没有找其他人哈，因为没有小杨哥没有 po 大群，没有 po 大群，因为我们差不多几台车上来而已，就没有找太多人，因为他也不会出来。上次晚上找那么多人，他也没有出来。这次
也没有出来哦，也没有出来。上次我们就在他的直播台下面等他，也没有出来。然后这次也没有出来，都没有出来。现在看他要不要出来啊？没有，我说自己朋友没有讲那个。业配铁门，对啊，我很好奇他铁门是哪里做的哦，很好奇他铁门是哪里做的。各位记得凯瑞水晶按赞追踪抢先看按赞追踪抢先看哦然后再帮我公开分享一下，现在应该是不会出来了啦不会出来了不会出来了。但是我就是看他到底是要干嘛要干嘛，一直约我，一直约我。对啊，来好几次了。你们这人自己就来过？自己来过啊，自己来过，然后前面又找你们几次。遇到这种人没辙啊。对啊，就直播讲一讲，然后真的出来要跟他谈和，他也不谈和，他就不敢了。然后要跟他讲理也不讲理，对啊。遇到这种人很累啊。这边。你跟我上去就好了。然后那个谢组长说，我跟阿海这边他也在场，我们跟他聊就好了。那你们看谁要在中部附近哪里都没关系。他说这样都是你们。我们两个上去就好了。那我们现在附近啊。OK， 好 ，OK 好。因为我刚才跟答应谢组长，我说我们两个当事人去就好。然后他陪我们一同去。OK， 好。他们都不要再。你们在哪分局谈吗？不是，没有。在楼上。对。他开门了，他出来了。还没，他现在要跟他约，他每次说他要过2天要跟他约，我说我不要，我今天就是要这件事今天聊。好。好 ，OK， 那我先上去。将来有什么事情打给我。OK， 好。你就是看要在哪里有没有？好呀。不要让他们看到说台。好。不用锁啊，这车又不会有人偷。直接上去吗？没有，等一下得自己找区长要跟他讲。嗯。我说我一个同学。打给他们是。我的电话。是谁报警的？应该是你应该是我弟啊。你弟干嘛报警？应该是我弟啊。他干嘛报警？他怕我出事啊。伊讲我有正常留电话，啊叫阮来。因为对啊，我有，因为我有跟谢组长有联络。那首长找那么多人来。无啦，你人在做，阮思想。
权限没有开给你，两个都有，是那个。你问弟是不是他报警的？对，你问一下你弟是不是他报警的？可以。保存那个干有一边的。我丢掉了。是他报的吗？是吗？不是他报的，所以是叶斌生报的。叶斌生报的，干，那就约人家有报警。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没有学到？我觉得他这个。所长，所以联络不到他人。那刚打给我，刚好在抢电话。哦。是啊，原本要跟他好好讲啊，结果开直播，对啊，说什么拿1000万让我人头落地，对啊。哎，我是他守护所长。叶先生。叶先生。不然所长还是说，他如果真的不出来的话，刚有打给我没接上来，我现在跟你说。所以两球，09了对。36，307，523。这个女生接了，她说不是。啊？你电话讲了吗？哦，我知道，你跟辉哥讲一下，你就因为我现在那个不方便打电话。有啊，我按2次了都没有。直播啊。对啊，对啊，你。那现在那个综合分局的谢所长有来，所以说对我在跟所长讲话，你请辉哥等一下，我晚晚会回拨给他。OK， 好，拜。他刚有打电话，我刚好在讲电话没接，然后现在回拨他了。刚才一次电话是一个女生的。我。那今天中午就网络上放话，对啊，网络上放话，然后又拿枪出来。电动的，对啊，他就拿枪出来对我，对啊，又拿假枪，然后又对我，对啊，然后又说今天要约我，那现在专程从杨梅找过来，全部杨梅过来又没有出现。这几天都刚好有浏览到他在播卖东西，对，有 po 卖东西，然后一直呛虾嘛。讲话就比较对啊，对啊。然后我就等他找他一下。
对啊，我这边也有去告他啦。对啊，就是说他今天约我们就。因为刚侦查队有打给我说，之前他的那件用品是对假货的有移送，对他卖假货的，对。他不是好几件，十几件假货，保二的。你想啊？张光辉。哦，辉哥，我跟他讲。你等一下。辉哥，对不起，我跟所长讲话，然后对我在直播，挺体谅，是。辉哥，你可以讲那个。国语吗？因为我那个台语听不懂。谁 ？OK， 我人已经撤掉了，因为我找，因为我刚才找还蛮多人的，然后就是说来，OK， 所以就他们去办就好了。OK， 那我这边告的就照告，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撤，但是。对他真的没出来，因为现在差不多有10几个条子在这边，然后，对，然后就是说所长就是说，那 OK， 那辉哥那，先撤 ，OK， 好，我知道 ，OK， 好，拜拜。新大那边说我们这边就先不理他就好了，对。然后他们会去办他，然后他卖假货的事情出来的话，新大，台北市新大，对，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我们就也不要在这边了，因为再怎么样他都不会出现。本来就是这样啊。对，姐姐我就跟你不是，现在重点是他跟他，我跟他又不一样。好了，没关系啊，这都算了啦，就让法律去处理啦。因为说真的，但是你有告他，我没告他啊。那你去告他，你等下去分局跟所长做一下笔录就好了。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待在这边。他跟我恐吓说叫我不要出门。对啊，然后对啊，我朋友那么多也在这边，然后阿 Sir 那么多，对不对？应该刚才看10几个，对不对？也在这边，我们就不要。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我真是就是好好心平。我现在说实在的啦，我原本很想亲民系有跟他讲。但是他在上面一直攻击我，我拿钱挺他，什么之类的。好了，小声一点，这边住户动动。恁这个弟弟伊就讲，恁有咧小过，我就我嘛感觉讲，有咧小过就我就处理。但伊的部分，我就是我这几天我来找，我等下我会甲伊讲。我讲你那你安尼这样对门口收掉来做什么？对啊，他那边而且你如果被人家盯上以后，你可能。东西可以卖，不能卖。对啊，人家对你的评价。对啊，那现在保安那边所长也知道，就是说那10几件假货的事情。对啊。对啊，所以对啊，那都其次。那他如果卖假货，他就是说现在他客人也看得到，对，那也可以要求赔偿，对不对？那他说。我是看，我讲你个恁弟弟为着要听伊，本来就要规则的钱，还不规则，安尼造成。对啊，因为我们人也来很多，就一件事，然后我们就找很多人来，也是对他们这边这一区。讲我拄仔来讲，恁讲你是虽然讲你无要人介绍，不过即马就是这个氛围上面都是在做。对啦，所以就只要你就先冷静啦，对啊。人很多，上面一定是会派很多人给你压制。对啊。然后马上要处理。然后那如果好，你如果。局长，我跟你名字没关系，你如果说这2天你要跟他碰面，我也再打给你。对了，你们在做笔录还干嘛的？去备个案，对啊。我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我会第一个，我如果遇到这样，我会先开业绩。我会先开业绩。我讲，我会先开业绩。我说你网络上这样挑，人家都看得到，而且你这样子会带来很多麻烦。上面现在。连签率之后，对这个都有在注意。再来，计重知识的问题，你虽然没有打架，但是你有青少年聚集，上面就会处理。今麦出道拢足紧的，无啥电视化，一下就几十个来足紧。对啊。
我要处理这个是很快。但是现在重点是他常常就是在那边呛呛，我现在就是跟他讲，综合没办法，有任何一个警察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这几天讲出来找你，我会这天我讲出来，我就是我等一下他联络看看，我会私底下找。我可能是不穿制服，因为刚你们有的时候过的要，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穿便衣，因为穿便衣你们不然不能查。是我是谁啊？对啊，我知道。啊，这么讲咱捌见过面，捌见过面，你就知我上面讲我穿便衣，穿六，所长蛮帅的，年轻就做所长。无见过面，副所长，反正无见过面，所以我一定要请教。看那么正直，应该也快了，对啊。啊，你看你若讲你要我点数，这个看就可以先回去。对了，我们先算了，给所长一个，对，所长都讲了。啊，我有时候要打给你，我一定会打给你。OK。因为拄啊侦查队嘛较好玩，侦查队伊讲有这案件是以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没有告他啊。卖假货的，他卖假货的那个有移送。卖假货的。是我们分级侦查队刚打给我，他知道说你有改过这假货。对啊。啊有你问我情况，啊拄啊有讲叫我小注意啊，啊有讲看评估，伊拄啊是恁妹妹卡。啊，如果今天是打110就不一样，打110他们侦查队就过来，这些人可能就全部处理大惩处。对啊，还有刚是民众直接就是你们直接打到他的手，所以没有经过110，没有经过110上面就比较，我们就靠手自己就是很长啊，讲好就好。啊，我若讲要靠你，我就得靠你。啊，我一定会找到你，你要讲我电话，今日找到我马上我一定找到你。好 ，OK。我姓彭，你也在卖东西？我对凯瑞水晶直播，对。买他的，然后后来去他那边买，就是引起这样子。对，然后他网络上一直干我，说我卖假货怎么样？我这些都已经告了啦。对啊，好了，我们不要再讲了，除非这边那么安静。对啊，那组长就再麻烦你，阿 Sir 谢谢。对啊，辛苦你们了，来那么多人。对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讲话姐，你也不用说他对不起了，因为他现在又卖假货，又确定了嘛，对不对？那他现在逃漏税确定了嘛，对不对？那他这些刑事案件的也确定了嘛，所以说让法律处理就好了，对。对啊。那重点，他全部财产都归他老婆了啊。对啊，他假货出来移送之后，我们再爆出来啊，对啊，对啊，对啊。OK， 好，那先这样子，所长，谢谢你。喂，嘿。没有，我还在跟那个，没有，他是跟他买很多东西，然后后面发现说他跟他买东西都是假的，买什么包包。我现在因为我开刀，我连续开刀，我之前有做环保的，没有，我之前是做环保，做回收的，我是喜欢爱好水晶的东西，对，我是在收集的，对，重点是我去跟他买水晶。他还有一些卖包包什么之类的，对，是重点是他之前还买一些包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好，是这样，然后一买来说，我就说空调跟假，我才会拿去。如果今天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不会去告他这个东西，他就是侮辱到我真的受不了。因为也是他自己讲的，买卖人意在嘛，不买卖也没有关系嘛。你不买卖，但是你又后面一直在攻击我，谁受得了？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甚至你还呛我说什么赚，不要跟我说。然后还诅咒我说什么，你本身就已经身体不好了。好了，姐，我再跟你讲了，你也不要那么生气了，对啊，然后这件事情就，我是已经忍了对了，所以说现在侦查队已经验出来他卖的东西都假的嘛，那就好了，那个他的观众跟法律会制裁他，那再来他逃漏税的方面的话，税务局也会制裁他，那就算了，都算了，因为我说真的，你现在那么生气，他不出面你也没辙。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对，然后你看那个阿 Sir 也带那么多人来，对啊，你也给他们一个面子，就不要再讲了。对，因为他也会再约他出来。对啊 ，OK。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好，那我先去车上。各位，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你们知道吗？哦，等一下，现在几点？现在11点，我等一下开个凌晨场，哦，就漏气他，哦，漏气他，哦，刚刚他卖假货这件事情的话，是副所长讲的哦，哦，不是我讲的哦，那我都不会说人家卖假货哦，那是因为说。这件事情，因为他卖很多染色的水晶或假包包、假衣服，这我们都不评论。到时候保二侦查队那边现在已经有移送了，这件案子有移送了。那再来的话，逃漏税的事情也已经移送了，也是侦办调查，因为他的账户都是汇他老婆的嘛，那他老婆那边的账户现在也被就是有查了，也被查了，那都没关系。那我本身我告他的那个几件的刑事案件也已经定案了，所以就是说后面怎么样的话，就是说假货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赔偿方式其实现在朋友，我做直播我没有要说输还是赢我做直播没有说要输还是赢啊，对啊，那。今天他这样子搞那我也没有说要输跟赢没有什么叫输跟赢，对，完全没有。他删文也没有用，我这边都有记录了我这边全部都有记录，对他有没有卖假货，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因为刚刚副所长也有讲嘛副所长有讲，就是说。他的假货全部现在已经移送了，T 姐当初跟他买100多万，有13件是假货，13件是假货。那现在13件确定就是说验出来确实是假货真的就是假货所以说是真的假的，我们不予评论因为人家做人家的生意，那我们做我的生意，他卖假货。归他归他。那今天我完全没有公道，因为他已经跟我约我好几次了说什么狗尿凯怎么样的。但是我说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出来，只是想说我们有家庭我们有自己的事业，我们不要跟别人去吵架。但是今天他公然就是说我卖假货用1000万赌我的货是假货，那我的货全部都验出来是真的了是正品的。那现在他却退缩，对，然后把我小孩的照片放到他直播台公审所以说今天我也是不要去怎么样刚刚所长说我们带那么多人来。对啊，那他直接也快20个警察了20个警察了，对啊，带20个警察来那每个身份都盘查过，然后叫我们先离开，对，那我们全部都撤了，然后刚刚单独跟所长聊天嘛，那所长就是说13件是水晶吗？一半是水晶，一半是包包鞋子那刚刚也跟所长讲，所长就说那我们就撤没有关系。然后他刚刚所长自己讲的嘛他卖假货的部分刑事组他们的刑事组已经移送了确定是假货已经是移送了那逃漏税的部分的话，税务局的那个局长也打给我说，确实他就是有逃漏税他们都没有开发票嘛。就是说已经确实逃漏税了，因为国税局好几人跟他买嘛，对，
那他一直跟我说什么我攻击他弟弟哦，我攻击他弟弟，他弟弟在直播台那边哦，就说什么狗尿凯琳怎么样，对不对？那人家攻击我们，我们一定是攻击回去哦，这是一定的哦。我这个人其实就是说，你攻击我哦，我一定会反抗哦。每个人都一样，就像你今天你踩到小狗啊，哦，它也会咬你一口啊，就是这样的。人只要被踩到底线，一定会咬回去哈，一定会咬回去哈。所以说，我也是要公开的讲这件事情，就是说，线上3700多个人嘛，那今天凯瑞水晶我洪家凯哈，我没有要去跟他输赢还是怎么样，今天就是像线上观众朋友讲的哈，我要一个公道哦，因为他今天他说我卖假货哦。那刚刚又开直播说他在等我，那出现了，哦，他人也没有出现哦，他出现，我们出现了哦，确实就在他店门口，他也没有出现哦，我就不懂哦，我就不懂。对啊，那各位 OK 啦哈 ，OK 啦，就是说，也希望各位哈，凯瑞水晶按赞追踪抢先看哈，有线上朋友有跟我买过水晶的打+1好不好？打+1。对啊，那个叶登贤哈是他弟弟哦，是他弟弟。今晚还会卖东西吗？今晚的话，应该会哈，应该会哈，应该会哈，应该会。对啊，应该会啦哈，应该会啦。对啊，其实我常常在讲哈，有理哦，就绝对站得住脚哦，有理就绝对站得住脚哦。我看到很多人打+1哈，也感谢你们，就是说对我的支持哦，对我的支持。那我们家水晶绝对不会作假哦，绝对不会作假哦，也不会，我也不会说很去挣人数怎么样的哈，因为我就是说哈，我用最好的品质、最低的价钱给你们最好的一个服务。哦，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别的。我的心态完全没有别的。哦，我只想做好自己的水晶市场，就是这样子而已。哦，只有这样子而已。对，没有别的。我也不想说像他一样，就是说整天露刺青怎么样。我说真的，真的刺青哦，说真的，他不见得会比我多哦，不见得会比我多哦。但是我说真的，每天这样子直播，然后双手露刺青这样子干叫，真的哦，没品哦，真的没品。真的很没品，就是这样子。那现在那个所长在这边跟 Kiki 姐讲话哦，对啊，跟 Kiki 姐讲话。然后我刚刚其实很多电话就是有插播进来，就是说很多人就是问要不要支援，然后要干嘛的，然后我就是断线一下哈。但是确实就是说我没有要去跟他去做这种输赢怎么样的哈。那我们就是要一个公道而已哦，公道而已。感谢各位线上朋友哈，那记得哦哈，凯瑞水晶哈，按赞、追踪、抢先看。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其实上我的直播台未必要跟我去买东西，其实你们可以跟我聊聊天哦，因为其实说线上那么多人哦，我说真的，大家互相交朋友哦，大家互相交朋友就是这样子而已哦。那你们进来也是一个缘分哦，也是一个缘分。那其实就是说有缘，大家一起就是说互相帮忙、互相支持这样子。我开播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水晶还怎么样跟任何一个人起冲突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那个叶宾森踩到我的底线了好了，各位，那我们就先下播先下播。那晚一点我再开直播给各位开心。那我也很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尤其我看到好几个大哥在上面讲话，但是因为留言数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复。
但是也是很感谢你们，就是说大哥大姐哦来线上那么支持我哦，我很感谢哦，衷心的感谢。那大哥大姐，如果说你们有打字我没有看到的话哦，先跟你们说抱歉，我都有看到，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那我们就先下播咯。那晚一点哈，晚一点哦，晚一点，一样放大肉哦，一样放大肉。那感谢各位按赞、追踪、抢先看哦。那先这样咯哦，拜拜拜拜拜拜。